哦，国际民俗艺术。哦，采街活动，采街活动都快到4点半开始了。到了文化中心这边已经快6点了。哦，意大利的旗队，意大利的军旗队。哦，意大利的古代的旗队。抛旗的，抛旗啊，还有，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，好多民众的在观看，观看民众然后往这个南宁丽都新前进了。采街活动从4点半就开始了，然后中正路，然后中山路啊，民权路啊，三民路啊，又回到中正路了，到南宁丽都新，先经过文化中心这边了。民众涌入了，民众还没有5点就有很多民众都涌入了。很有创意的，像那个蜈蚣阵啊，高先阵，在前面带这个八仙过八仙，化妆成古代的神仙八仙。要进入南宁丽都新舞台那边了。很有创意的，这谁想出来的啦？就学那个蜈蚣阵啊，学那个蜈蚣阵啊，制作8个穿古代服装的，就好像八仙啊，八仙谷，蜈蚣阵的八仙谷，壁虎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啊！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挂在前面，还有穿古装的嘞哦，很特殊的嘞，穿的古装还很特殊啊！我还以为是八仙打扮的嘞，真的是八仙吗？很特殊，很特殊。